2026年7月20號，謝霆鋒同謝婷婷一齊發出聯合訃告，正式公布父親謝賢離世嘅消息。呢位縱橫香港影壇大半世，見證港片黃金時代嘅老牌藝人，永遠落幕，終年89歲。消息一出，即刻霸佔全網熱搜，大眾緬懷謝賢傳奇一生之餘，謝家身後事安排、遺產分配走向，成為輿論焦點。而長期捲入謝霆鋒感情風波中心嘅王菲，再度被推上輿論風眼。回顧謝賢大半世公開履歷同娛樂圈動向，佢同王菲一直保持清晰界線，兩人從未公開同框，亦冇正式交集。喺謝賢離世、謝家飽受喪親之痛，最需要親友陪伴安慰嘅艱難時刻，王菲選擇徹底隱身，冇出席任何送別儀式，冇發過半句悼念文案，就連慣用嘅社交賬號頭像都一直冇更換，全程幾乎冇任何存在感。要知道，王菲同謝霆鋒分分合合，相伴足足12年，係娛樂圈公認相處好耐嘅伴侶。但係面對呢場至親離世嘅重大變故，佢嘅缺席令唔少網民感慨唏噓。有人話，王菲10幾年深情相伴，到頭來名分同體面一樣都攞唔到，更加多人戲言一齊同居12載，佢始終換唔到一紙婚書，亦都冇一個名正言順嘅謝家親屬身份。謝賢離世消息傳開之後，全網其中一個熱議話題就係王菲會唔會出席葬禮，又會以咩身份送別呢位長輩。大家都唔停猜測，想睇下佢嘅態度同舉動，而最後嘅答案隨着港媒報道塵埃落定。據港媒權威消息披露，謝賢身後事完全跟隨香港傳統演出簡約儀式，流程低調肅穆，一切從簡。家屬喺醫院認領遺體同進行短暫家人告別儀式之後，直接送往火葬場跟進後續程序，全程唔設靈堂，唔舉辦任何公開悼念活動，謝絕外界探訪同媒體拍攝。整場告別儀式淨係得至親到場，最後陪謝賢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嘅，只有仔謝霆鋒、女兒謝婷婷同埋佢嘅前妻狄波拉。至於王菲，由頭到尾都冇露面，全程缺席謝家呢樁家族私事。睇落好似出人意料嘅缺席，其實情理、法理同人情上都講得通，係成年人默契底下必然嘅結果。王菲同謝霆鋒隔咗好多年復合，相伴10幾年嘅感情真實又穩定，但兩人一直堅持自己嘅相處模式，從冇辦理婚姻登記，唔存在受法律認可嘅夫妻關係。亦即話，無論兩人感情幾深厚，喺法律層面，王菲同謝家冇任何親屬關係，唔屬於謝家法定親人。謝賢嘅法定至親，淨係得相伴大半世嘅前妻狄波拉，同一對仔女謝霆鋒、謝婷婷。葬禮送別純屬家族私事，只限至親參與，於法於理，王菲都唔適合列席，缺席反而係最得體嘅選擇。除此之外，10幾年間，傳媒多次當住鏡頭問謝賢對王菲嘅睇法同態度，老人家回應永遠用詞中立，分寸十足。佢唔會直講唔中意，亦都從未完全接納認可，只係淡淡咁回應。呢個係霆鋒私人嘅事，我唔干預。多年各種公開場合，謝賢同王菲都刻意避嫌，零同框，零互動，完全唔見長輩對晚輩親切認可嘅姿態。唔係謝賢排斥唔認可呢位陪咗個仔好多年嘅伴侶，而係兩代成年人達成嘅默契，守住界線，唔越界，尊重彼此選擇。喺呢段10幾年嘅感情入面，王菲從冇刻意追求謝家辛苦名分，亦唔試圖強行融入謝家圈子。謝賢亦從未對外賦予佢任何家族身份，一直只將佢界定為謝霆鋒嘅伴侶，唔係謝家自己人。10幾年嘅相處模式從冇變過，清晰嘅界線一早注定今日呢個局面。王菲全程低調沉默，避嫌缺席，形成強烈對比嘅係張柏芝克制又真誠嘅送別舉動，令好多網民動容。謝賢離世消息正式公布之後，張柏芝第一時間將微博、所有平台社交頭像一齊轉做純黑色，用最莊重嘅方式寄託哀思。佢陸續更新多條社交限時動態，冇華麗詞組，唔刻意煽情，淨係用莊嚴嘅耶穌像、黑底圖、
寧靜車入面嘅黑白公路畫面，襯低沉哀傷嘅背景音樂，默默送別昔日長輩，全程唔發一句公開悼念文，半句刻意慰問嘅說話都冇，就連大家成日講嘅節哀順變都唔見，安靜又肅穆。正係呢份極致嘅沉默同克制，比起網上大同小異嘅長篇悼文，刻意營造嘅心情形象更加打動人心。好似網民高讚留言所講，真正傷心有心懷緬嘅人，早已經哽咽講唔出說話，所有思念都擺在行動入面，唔使講出口。比起公開表露情緒，張柏芝幕後暖心嘅舉動，更加見到佢真誠同孝順。根據港媒早前深入報道，早喺7月中謝賢病重臥床，身體虛弱，好需要親人陪伴照顧嘅時候，張柏芝已經即刻安排喺澳洲讀書嘅大仔謝震軒 Lucas 暫停學業，提早返香港，貼身陪伴病重嘅爺爺，為老人家晚年最後時光添多啲溫暖。Lucas 自細同爺爺嫲嫲感情好好，就算謝霆鋒同張柏芝離婚多年，張柏芝從冇切斷仔女同謝家嘅親情。多年以來，每逢節假日、重要日子，佢都會主動安排兩個仔返香港，同謝家長輩團聚，陪老人家，從唔阻撓祖孫見面，反而主動調節時間促成團圓。今年元旦 ，Lucas 仲專登放棄休息時間，返香港探嫲嫲狄波拉，孝心從冇間斷。對於張柏芝嘅付出同通透，謝賢生前已經多次公開讚賞，十分認可。佢唔止一次喺鏡頭前面話，張柏芝將兩個孫教導得乖巧有禮，三觀端正，係好難得嘅好媽媽，好辛苦。就算已經離婚，張柏芝一直用心維繫祖孫情，悉心照顧謝家後輩，呢份通透同善良，老人家記咗好多年。謝賢曾經當眾講過，每次見到張柏芝獨自辛苦湊大三個仔，一個人撐起所有生活難關，獨自面對風雨，自己都唔忍心，幾次感動到眼濕濕。佢更加多次帶住內疚講，我對唔住佢哋母子三人，呢份獨特嘅歉意同內疚，係謝賢對張柏芝多年付出最真實嘅認可，同婚姻仲存唔存在無關，只講真心同責任。身為離婚多年嘅前新婦，謝家長輩病重危殆之際，第一時間掛住老人家，安排仔孫返港盡孝，呢啲舉動絕對唔係鏡頭前做戲，而係骨子入面嘅真誠同孝心。謝賢離世之後，張柏芝繼續全程低調沉默，唔發文，唔做勢，唔呻熱度，唔博流量，淨係用一個肅穆嘅黑色頭像，安靜送老人家最後一程，體面又溫柔。而全網熱議嘅謝賢遺產分配方案，亦都正好證明老人家對張柏芝十足嘅信任同偏愛。傳聞謝賢將90%遺產劃歸兩位孫所有，交由張柏芝代管。背後邏輯清晰，情理兼備。謝霆鋒打滾娛樂圈多年，事業穩固，家底厚實，根本唔需要父親遺產扶持。真正需要守護扶持嘅，仲係處於成長關鍵期、年紀尚細嘅兩個孫。而張柏芝10幾年來一直善待謝家，用心教仔，守住本心，係最值得放心託付嘅人選。不過大眾唔好單單憑一場葬禮嘅缺席，就武斷話王菲輸咗，失咗體面，格局唔夠。其實呢個係最大嘅誤解同偏見。王菲冇換頭像，冇發悼文，亦冇到場送別，從來唔係冷漠疏離，而係佢一貫處世風格同人生態度。王菲生性低調通透，隨性灑脫，一向遠離娛樂圈人情喧囂同名利爭鬥，唔擅長，亦唔適於喺公眾面前經營深情形象，好人設。佢大半世淡泊名利，一直跟隨自己嘅步調生活，唔會迎合世人眼光，更加唔會為咗輿論刻意演繹情緒。加上謝霆鋒已經全權返港，獨力妥善處理所有家族身後事，如果呢個時候王菲貿然到場送別，只會引來大批媒體圍堵影相，催生無端炒作同輿論風波，徒添謝家麻煩。低調避嫌，沉默唔打擾，反而係佢最得體、最體貼嘅成全。遺囑冇提及王菲，絕唔係刻意輕視或者羞辱，只係情理之中。作為華語樂壇殿堂級天后，王菲樂壇打滾多年，
本身家底豐厚，事業根基穩固，一早達到財務自由，根本唔需要覬覦這家遺產，更加唔會依附其他人過活。人海浮浮沉沉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嘅處世之道同取捨標準，唔好再過分聚焦苛責王菲嘅缺席，亦唔好刻意吹捧抬高張柏芝嘅舉動。睇返王菲大半世每一個選擇，佢一向頭腦清醒，自在灑脫，唔被名分束縛，唔理世俗眼光，唔做表演式情緒，比好多旁觀者想象之中更加活得通透。虛名浮華都係過眼雲煙，真心相伴，守住本心安穩，先係人生最珍貴嘅底色。